開講之前記得點讚追蹤我哋，唔該晒。益生菌與益生元分別缺乏影響同康寶萊產品優點分析。益生菌同益生元係守護腸道健康嘅兩大關鍵，角色完全唔同。呢篇文章會講解佢哋嘅分別，唔夠會點，仲會介紹康寶萊益生菌同裕之寶嘅產品特點。一、益生菌 vs 益生元，角色唔同，缺一不可。益生菌活嘅微生物，例如乳酸桿菌、雙歧桿菌，食夠數量對身體有益，係空降好菌部隊。益生元消化唔到嘅纖維或寡糖，例如低聚果糖、穀粉，好菌會食佢生長，係好菌專屬糧草。常見來源：益生菌、乳酪、泡菜、納豆、補充劑；益生元、香蕉、燕麥、大蒜、洋蔥、蘆筍。二、缺乏益生菌同益生元對健康嘅影響。腸道菌失衡，好菌太少，壞菌太多，會引致肚瀉、便秘、肚脹，容易感冒或過敏，營養吸收差，肥胖及糖尿病風險上升，仲會透過腸、腦軸影響情緒，導致焦慮、抑鬱同疲勞。簡單講，唔夠好菌同養分，唔單止腸胃問題，仲會引起全身慢性發炎。三、康寶萊益生菌同裕之寶嘅優點。康寶萊益生菌提供10億活性益生菌，維持腸道平衡，促進消化健康。採用 BC30 商標符好菌株，耐熱、耐酸、耐鹼，通過胃酸直達腸道，幫你每日神清氣爽，減少肚脹。穩定性高，室溫存放比一般乳酸菌穩定，唔使雪櫃，方便攜帶。康寶萊裕之寶免疫支援。核心成分 Epic 具註冊商標符號維他命 C、D3、鋅、硒。Epic 具註冊商標符號快速啟動免疫系統，增強呼吸道防禦，維他命 C 縮短感冒時間，D3、鋅、硒調節免疫，抗發炎。透過多種免疫營養素提升保護力，好啱同益生菌一齊食，同時照顧腸道同免疫。4. 總結與搭配建議：益生菌係活菌，益生元係好菌嘅食物，長期缺乏會引致消化、免疫、代謝、情緒失衡。康寶萊益生菌 BC30 商標符好菌株，高存活率，室溫穩定，10億活菌幫你每日神清氣爽。康寶萊裕之寶 Epic 具註冊商標符好加士 D3、鋅、硒，全方位免疫支援。最佳搭配：日頭或轉季食裕之寶，飯後或長期保養食益生菌，兩者互補，達到腸道健康加免疫強健。想知多啲 ？WhatsApp 我哋或瀏覽 YouTube 頻道。覺得有用請讚好、分享、追蹤、留言，多謝支持，一齊守護腸道同免疫力。